台南和日本水户因为飞虎将军结缘，两市在去年签署交流协定，缔结为友谊市之后，市府率先在安南区将新设一条路名取名水户街，成为台南城市外交首例。而且有一就有二，同样在宜安果菜市场附近的宜中湿地重划区，还有我们的友好城市，也就是美国托伦斯市，也一并核定会增加托伦斯街，也让民众表达肯定。跟日本的外交啦，这样子或许会是比较友善，这样，民众比较观感会比较好一点，比较创新。关于那个新的路名啊，我觉得对我们一些地级的一些姐妹是可以比较长久，然后也比较友善。延续去年这份以国际城市命名的想法，台南在新的一年和日本埼玉县本庄市缔结姐妹市的会中，市长黄伟哲再次宣布，在亚太棒球训练中心附近，也将有一条本庄街来纪念两市永远的情谊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能够让国际我们的友谊城市也好，姐妹市也好，或这个签订协定的城市也好，他们留下好的印象，所以我们就把街道命名来应用上去。但是如果在既有的街道命名会造成民众的不便，他们生活上还要改户口名簿、改地籍誊本，但我们从新的道路或者工业区内的道路，都厂商还没有进驻，居民还没有开始进驻的那些地方的道路来做这个命名，我觉得一方面可以增进城市的友谊，一方面也不会对居民造成生活的不便，这个是一举两得的事情。台南2025年因为持续推动29个公办重划和区段征收等开发案，所以未来将持续在新设道路当中以台南的国际友谊城市来命名。目前在安南区以日本、美国、韩国的姐妹市，包括水户街、托伦斯街、本庄街、京都街、庆州街等等来命名的新街道，已经是全台南市最多。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。